嗯嗯，You cross the street is a negotiation. Getting your coffee. So early only for me. I'm more than that one's good. 头拄地动呢，真的吗？阮遮地动，讲拄则地动啊，那边遐。哦，你有拍这个 YouTube 的连接？嘿，因为迄个 N 吼，讲伊无法度参加，伊转去到厝拢8点半，哦，是。所以我较落起来安尼，我讲好啊。安尼嘛较有保障啦，像讲迄工恁安尼看无介清楚吼，安尼佫有一个录起来的所在安尼。嘿，我即摆咧想讲，后礼拜，原来迄个你的意思就是讲，那苏琴的部分，我就先甲录起来啊，然后用传给你，这样子是不是？对，你就前奏跟尾奏分开录啊，那个档案不会很大，大概2、3分钟 ，email 都可以传，那你就直接就是share 哈，然后用 email 寄给我，我就可以编辑了。哦 ，OK， 所以甚至那个你就放那个对，变的哈 ，OK， 好，没问题。谢谢。因为就是大家爱有一个 sense， 就是讲，咱爱先甲 mute 起来，安尼较袂讲。对。哦，这个就有些人还是咱较袂惯势啦。就变成说要讲话的时候再开啦。对，讲话的时候再开，那个 quality 也会比较好一点。对，因为只要有讲话就会切断，而且会断断续续。对。明明你有没有去研究出来那个切换荧幕？有，我知道，就是从那个下面这边有加减号码。加的时候若是这个 device 是我的，我们 always 是在第一格啦。像这样子，就是说我的一个荧幕在这边的嘛，我按这个小的，它就变成这样子，我再按一次它就切换了这样子。对，我的是在右下角。OK。对，我的是在右下角。对，每一个 device 都不一样，对。呀，所以我就是那天 figure out， 我就是用从这边滑，所以这个礼拜我再试试看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些我看不看得到。OK。好。那天我有 check 那个YouTube 那样子很好，只是就是音响的效果啦。对，会音响的效果会这个，因为这个软体它基本上不是在做音乐的。对。所以那个没有关系啦，最重要的是讲话的部分有清楚哈，你讲到的部分很清楚啦。OK。要比较清楚，有另外一个软体叫做 OBS， 那 OBS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播报台啦。那它的收音什么都很好。那个
O 就是 online 了哈，B 就是那个 broadcast 就是报道啊，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人帮忙操作，不然没有办法像这个 Zoom 一样，我可以自己差不多我全部一个人都可以操作这样子。不过现在很多教会都用这个呢，全美国教会因为直播嘛，也都用这个。对。主要的是讲，主要就是牧师也是希望跟大家有互动啦。对啊，所以说你也是想要用这样子 live， 就是有真的有参与的这样子啦。对。嘿。不然的话，其实你现在的 online 的 service、TV service 其实很多，选择非常非常多，可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解，对。所以不过就是我有个感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若是在移动，那个讲话的那个效果会比较不好，会有差，对，会有差，对。所以我今天用这个就不会影响。用耳机呀？耳机麦克风这样子。好，试试看比较好。对，试试看。反正就try啦，又不是专业的，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相当不错，你很用心啦，谢谢你呢。没有，我也是趁这个机会赶快学，也没有机会用到。不简单啦，真的是不简单。像那个矽谷那个生命和灵粮堂有没有？他们的那个。他们一直都有在做这种，所以他们一定有专业的人在做。他们用专业的软体，对，他们用专业的软体，所以跟我们这种是不一样的。对，没有错。对，像那个好消息频道呢，那个这次的那个灵修会的那个牧师是好消息频道那个真情部落格讲的那个吗？他也有讲，对，他也有讲，对。好。对嘛，就是他嘛，对不对？对。什么信德啊？庄信德。庄信德。我们2018年不是有请庄信德牧师来吗？那是他弟弟。没有，那一年我刚好都没有去，我婆婆刚好去 nursing home，那年我比较那段时间，对，那段时间我比较较无教文嘛。对，我无看到你迄阵啊。迄当阵我拢无去教会较济。你稍等者，文化遐较好我来看言啦。无要紧，我甲用 mute， 无要紧，等下再听。平安。是，你叫袂出来你有可能点唔对的。你看今仔日的直播是有无？好。对，你做4月3号 devotion 第一个 link 就是啊。每个都打，你这样像印度都能打，好可怕。不然他就直接下令叫大家今天操作都快好了，那我觉得放这个会很麻烦。OK， 4月3号 devotion 第一个 link 就是啊。好。Andy 有吗？
嗨，阿辉。Hello。嗨。你还没开啊？ Oh, it's right here. 有了。看到了吗？我没有看到你。我看到我自己。没有完全进来。Join with video。对啊，你都还没完全进来。喂，哎，我来啊！对啊。对我来讲，这是真困难的代志。慢慢啊来啊，我嘛是新学的啊。你少年人，阮这是过时的。过去。你倒看看。我是 join with audio。我要哪？你把它 mute 掉。哪边？上面。其实你最好是你先 leave the meeting。然后你再从 email 再加 join 一次。我现在我不晓得我怎么去 email， 我要从哪里去 email？ 我每次都要找很久，才能找到的。我要去这边吗？是吗？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上面这个。好了，你先到了，快用，没用的。你病都从了对。这边。对啊，我刚才在讲。80人，迄甲这无关系，你那边的问题。给他料。你直接打上的。等一下 ，continue。好，这样你没有声音了。我不能讲话呀？是吗？可以啊。等一下再用就好。对了。我自己用还是你帮我用？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你没有用。然后在哪一个地方可以按？就按 audio 这样吗？对，等一下按那个就。等一下，你就不要找我就好。也是从那顶过的。Hello。问你。嗨，好，过来啊。伊面那遐红啦，伊是啉烧酒笑。我的电话可能较迄落。我是讲你是高粱酒啉几罐啊？看到那像安尼吼。咱等下吼，咱等下
就是安尼，等下要做的方法，就是礼拜日要做的方法吼，我小可甲大家说明一下啦。就是讲，咱基本上大家人拢 mute 起来，伫礼拜的过程的中间，包括唱圣诗拢共款，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的声出来，就会迄个拍断音乐的声，吼所以咱拢 mute 起来的时阵，咱听PowerPoint 内底的声音，咱家己伫厝里唱，上帝听会到咱的学声啦，安尼较袂去干扰吼。所以等下若要开始伫即个读经啊，是讲咧问问题中间，咱嘛是拢总 mute 起来，要讲话的人家己较饲 unmute， 安尼，敢有了解？有。通常咱拢也袂记去试，着讲话安尼啦吼。这着练习啦，安尼慢慢，咱迄个品质会更较好势安尼啦吼。你都起 mute 我嘛唔知。伫右上角遐。哦。右上角有迄个两个蓝色的反白字。右上角是一个红色的，甲一个绿色的。等下吼，我即摆甲你试 mute， 你有看到无？因为你的是 iPad， 所以我无 iPad。我甲你讲吼，那 iPad 你有看到右上角写一个 live， 有无？我呀，我echo。这人真不好学，不爱教。嗨，祝牧师平安。我就是你无看的。有。牧师，你记手啊，唔通无小心落话，安尼阮都对啦。用咧。嘿。好，咱就要来开始啦吼，所以请咱即马全部拢先甲 mute 起来，咱家己试好无？我就莫控制啊，咱全部甲 mute 起来安尼，吼。你若看到讲某一个人的相片下骹无有一个 mute 的记号，基本上伊就是无加入 audio， 所以迄无要紧，伊就无声，袂有影响到吼。好，咱来开始吼。开始的是咱特别来唱歌啦吼。还佫有声。咱的声。这个叫我唔知。建议遐无 mute。叫吹无咧。你用 iPad 遐 ？iPad， 你伫右上角遐吼，右上角你轻轻甲点落去，伊就会照落来有迄个静音还是视讯，佫分享，佫啥？嘿，有一个麦克风，你甲点一下，伊就会 mute 啊。右上角，你即摆有看到一个写一个 live on YouTube， 下骹你轻轻点一下。点咧，佫有声无？轻轻有照落来有无？一个麦克啊，一个麦克啊。麦克你甲麦克点落去。关起来。麦克点落去，安尼你关起来啊？对，安尼对啊。好 ，OK， 换我关。
好，来啊，搁另外一首吼，搁另外一首是迄个我家己本身足爱吼，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了哈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这是中文的哈，这是中文的，你嘛会当唱英语的啦哈。是咧，我讲一个，头拄已经唱一摆了呢。我若无听到。我嘛无听到。安尼就是因为恁咧讲话切断去啊。好，来，搁一摆哦。等者哈 ，OK， 等一下哈，我回来一下。来对头，安尼有吼。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永更权能，一切拢归乎伊。敬拜主。敬拜权能的主，你无做权能是路，到底万古，来个古，当心个古，主耶稣生命，来个古，当心无路，眼光。敬拜尊贵的主，伊嘛陪命，大地荣耀，万农的王。这首歌哈，有人咧为你祈祷，有人在为你祷告哈。这首是华语的啦吼。这内底嘛英语的歌词吼，咱会当对咧看歌词，也是对咧唱吼。我真喜意这条诗歌因为特别是伫咱即马这个situation 吼，咱真正是更较需要互相来代祷啦吼，互相来提携。美国的疫情嘛是愈来愈严重吼。咱做伙来吟这首诗啦吼。不管心那些了解你人。
咱做来祈祷。慈悲疼爱阮的天父，阮伫遮自执伫你的面前，虽然阮伫无共款的所在，但是你甲阮讲，阮只要有2、3人奉你的名来自执，你就伫阮的中间。阮这个世代，阮这个徛起的所在，美国甚至全世界，主，阮真正需要你的恩典，大大甲阮三甲地地，大大赐你的气力，甲互阮会通面对即届的疫情。求主你帮助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国家即个隔离的即个政策的下面，会通保守阮的身体得到健康。阮也为着遐破病的，甚至遐个第一线在帮忙遮破病的遮医生、护士、遮官员，阮将因交托伫你的手中。你特别的恩典、气力，甲面三甲地地，互因有你所赏赐的智慧气力互因会通帮助阮来度过这个难关。阮当要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借着阮今仔日所要查考的圣经来帮助阮更较清楚，主你对阮的教示甲提醒。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来读圣经啦吼，来读圣经。我想台语的吼，我来读啦吼。台语的我来读。即个中文的吼，中文的啥物人要自愿啊？无等下，我才来请来读啦吼。我先来对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2节要读到落尾我来读。我感谢互我有气力的，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伊掠我做尽忠，设立我做册用。13节，我前是放毒的、困毒的、愚顽的，总是我即号所做的，出自毋知毋信，才得到怜悯。14节，搁咱的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互我伫基督耶稣有信有听的心。15节，有一句的通信、通交全接纳的，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其中我是第一派。16节，若是我得到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的吞忍，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17节，我愿尊贵荣光归伫袂毁坏、看袂到万世代的王，独一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们。我的囝提摩太啊，我照前所论到你的参悟将这个诫命交托你，互你用这的参悟来征战迄个好的征战。19节，着遵信甲无通指责的良心，有人放杀这个，论到信就失落伊，亲像讲破船。20节，其中有希米奈甲亚历山大，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互因受警戒，毋通诽谤。现代中文译本是咱请平平来读好无？无声。OK， 12节，我感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赐给我力量，以我为可信任的，指派我来侍奉他。虽然我从前毁谤过他，逼迫侮辱他，可是上帝怜悯我，因为那时候我不信他，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主赐给我格外的恩典，
使我有信心和爱心，这是因跟基督耶稣连结而有的。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靠，值得完全接受的。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可是这正是上帝怜悯我的原因，好使基督耶稣对我这罪人中最坏的一个显示他充分的忍耐，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永恒生命的人的榜样。我儿提摩太啊，根据从前那有关你的预言，我要把这命令付托给你。这些话要作为你上阵打美好的仗的武器，要持守信仰和清白的良知。有些人不听从自己的良知，因此他们的信仰触了礁，其中有苏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在撒旦手中，使他们学会不再毁谤上帝。好，多谢。咱有看迄个问题啦，吼。好，来啊，问题第一条，什么人要来回答？要回答的，家己 mute 啊，来讲。保罗。哦，保罗啦，哈，这太简单了哈。下一题就有答案了。再来，保罗为什么讲伊进前是安怎？哦，这三个咱先讲来，什么人要来回答？讲啊。哦。讲英语啊。哦，英语好。I was once a blasphemer and a persecutor and a violent man. 啊，伊为什么安尼讲 That was the answer. Oh, why Paul said he would? Oh, yeah. He was shown mercy. 因为圣经记讲伊古早就是咧做这代志啦。哦，这伊嘛家己讲的吼。我伊是讲圣经有讲，因为伊在圣经讲的，还是讲米奇是讲伊是安怎来讲啊？伊讲因为上帝有怜悯伊，所以会讲安尼。哦，安尼嘛是对啦吼。好，来第三条。保罗讲伊用过是无伫诶，这是啥物意思？这无标准答案啦吼。其实嘛是有啦吼，伊啥那无伫？唔是。伊无信啦吼，啊，佮做困着耶稣诶代志，对无？好 ，OK， 第四条。信心甲听。主的恩典是随着主的什么？下面两位回答。拄则有人讲。信心甲爱心。信心甲听啦吼。好，来。耶稣降世的目的是审判，还是什么话？救罪人。救罪人，多谢老师，嘿。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知影世间受的罪无法度解救，干那伊会当。伊无罪的人会当来解救，伊嘛是等于是代表上帝来替大家的罪来死。
多谢。来第6题，保罗安怎讲这是通信的？伊安怎讲？第15节内底。基督耶稣临到世间，要救有罪的人。什么人较大声咧？哦，我相信你哦，保罗吼，伊阵啊，伊对路啊，伊对马啊顶摔落来过，所以知影有记着耶稣啊，所以当相信啊。15节有写基督耶稣临到世间啦，救有罪的人。因为保罗本身伊认为伊是大罪亏啦，所以伊嘛会当得救啦，吼，所以这通信啊，伊用家己来做例安尼啦，吼，这个第15节真清楚。来第7个问题，耶稣基督如何在保罗的身上显明了他完全的忍耐？是的。来，完全的忍耐，16节。其实是跟上一题就有关系啦，吼。因为伊该涉到诽谤、昆虫、侮慢，所以讲伊忍耐伊，所以讲吞忍伊甲安尼。第一真做伊第一派，安尼。虽然伊接歹，耶稣嘛是赦免伊啦吼，怜悯伊。谢谢。第8题，保罗伊安尼经历过了后，他怎么样形容迄个荣耀的上帝？17节。迄个以利节也是五兄弟跟伊遐要来讲，17节。伊爱开麦克风啊。对，麦克风17节。哎呀，我见得你啦。你讲啦，你讲啦。你讲。你讲，不然。保罗安怎形容上帝？那眼不能看见哦，但他无所不在的永生上帝，讲咱看袂到，伊就咧甲咱拍啥讲，管上帝是会当信的啊。伊当引来挖靠伊啊，因为伊无论好人歹人，伊拢会当拯救。后遐尼歹的，伊就会当拯救诶。好，后一条。来，提摩太，保罗和提摩太的预言参悟是啥物货？18节。18节，尾啊迄句，文华遐要讲无？文华遐迄个声音无开。来，文华遐要讲。袂晓讲，袂晓讲。袂晓讲哦。袂晓讲。来，牧师娘回答。
叫伊去相拍，去打美好的仗。好，来打美好的仗哈。我另外一个 addition 的问题啦哈，要用什么话去拍这个战争？伊讲18节，伊讲哈，为的是要叫你借着这些预言去打那美好的仗。啊，这个预言是什么话？咱会记得保罗叫提摩太去伫以弗所教会，去遐底服侍，去禁止遮的假先知讲的假话，所以爱追求什么话？爱追求真理啦，所以爱用真理去清洁的心，这个美好的仗，清洁的良心啊，这个部分啊哈。连面咱会过来问这个，转来问这个问题。再佫有一寡问题当来讨论的吼。好来先第10条，就是要来问啊啦吼。打美好的仗，征战好的征战，保罗敢有伫别个所在讲过？有无？咱知影无？那美好的仗我也打过了。咱定定伫壮烈内底看到，朝着标杆直跑。伫壮烈的时阵，真侪牧师爱用这段的经文，也是讲畏事的时阵，都爱引用这段的经文。像咱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甲第7节，这是提摩太书的结尾啊，会通讲是保罗互提摩太最后的话。最后的话。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尽力跑了。所以你若要讲提摩太前后书的中心思想是啥物呢？就是咧讲用真理、纯洁的良心打那美好的战争啦。伊的中心思想是啥啦？对上头前甲上落尾咧讲到这个部分。好，来11个问题。就是拄则迄个问题。11个，什么人要来回答？第19节。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啦，无人参对人行啦，无人参学白听啦，纯正的信仰。真纯的信仰，照着真理的教示来行。多谢。好，来最后一条，什么人放弃信心甲良心呢？什么良心去互人迄个？那个西米奶。亚历山大，是米乃甲亚历山大啦，吼。这咱前边伫迄个经验的时阵，有小可讲到，就是讲当初时的假教师3个中间才有写2个啦，吼，才有写2个。好，安尼到这有问题无？这是大概是第1章啊，咱已经读煞啦，吼，第1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吼。好。迄个咱基督教拢咧讲爱下面吼。伊基本上这个圣经内底咧讲，这保罗为什么说他将徐明乃跟亚历山大2人逐出教会？难道因是判甲无法度甲因留咧讲，搁再互因悔改，还是安怎？这有几个角度啦，吼，有几个角度，就是讲，咱咧讲疼，吼，不是没有规范的爱啦，吼。像讲现代人总爱讲吼，咱是民主社会啦，吼，
所以咱是自由的。但是你若注意看吼，民主社会不代表没有规范。民主是啥物货？民主是一个法治，咱有了解无？啊，比如讲，咱即马是65岁以上袂当学袂出去落跎跎，你嘛袂当甲警察讲我自由的啊，所以你袂当甲我管啊。所以咱有法治，啊，足侪西方的国家的制度其实是照圣经的迄个原则去设立的，啊，所以其实咱咧讲疼，并毋是咧讲完全无规矩的疼，啊，这是第一个原则。我要用迄个耶稣甲迄个犯奸淫的妇人人，耶稣甲讲啥物话？我无要甲你判刑，对无？啊，有罪无？有罪哦，啊，有罪哦。我赦免你的这个人的罪，但是sin no more， 你袂当去犯错。所以耶稣有机会，哦，啊，咱会当看伊讲初代教会因所面对的足侪的问题，其实是足严苛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的一寡咱咧讲的邪说，一寡异端。一寡无正确的人伫遐咧带教会的人，啊，咱用耶稣的话讲，青梅咧带青梅，啊，遮的人敢会听？基本上因无听啦。所以咱来讲，古早你若伫长老教会伫台湾的时阵吼，咱定定听着讲用教规去处罚一个无行伫正道顶悬的人吼。所以基本上教会嘛是爱维持一个正统啦，吼，爱是正统，爱有一个体制吼。啊，无你若讲啊无要紧啦，吼，啊你都伫遮吼，啊你做啥拢无要紧，因为耶稣讲的爱有疼嘛，啊，疼不是迄个爱甲包容，不是腐烂的啦。我想迄是一个足清楚的原则啦，吼。讲咱赦免人的罪，接纳一个罪人，但是咱无要接纳错的代志。我想这个原则是足清楚的。安尼唔知有解释到牧师娘的疑问无？再来 ，David， 你无mute， OK。我用伫圣经内底哦，咱就知影讲扫罗，迄个扫罗王，犹大。哦，你拢无交代互迄个撒旦啊！啊，你像哥林多前书5章第5节了，你们应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让撒旦毁灭他的身体。所以上帝嘛，拢会将迄个交互撒旦啊！啊，毋是，我想，就是检测是因遐，因着真正是无爱照真理来行，要抵抗上帝，要抵抗，要做遮无应该做的事，佮调工去做，啊，无要反悔，心硬，所以会当上帝将这交代交互撒旦，这方面嘛是提醒咱大家讲，咱爱会晓顺摊啊。讲到这。好，多谢。我想讲要回应头拄David 讲的，伊讲我是感觉讲，毋是上帝将咱交互撒旦，我感觉是咱家己互咱家己交互撒旦，因为是咱所做的代志，所以我相信上帝袂讲你做无好，我就甲你交互撒旦。我是感觉讲，这个结局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啦。所以是上帝放手啦吼。所以基本上，我想牧师娘咧提这个问题来看的时阵吼，
其实会当转来伫迄个15节的问题内底啦吼。15节伊讲，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呐。啊，什么样的罪人会被拯救？认罪的人，要认罪的人啦，这是一个前提啦。啊，杜家平姐刚刚讲得最清楚啊。当你不愿意认罪的时候，你又这执迷不悟，啊，上帝只好放手啊，只好放手啊。我想这是伫迄个原则内底啦，原则内底，咱无可能讲一个人愿意悔改，咱cứ讲啊，唔免来，你唔免来啊。我想唔是安尼的架势。好，佫有无？佫有其他问题无？无。那个情况真侪人讲哦，教会是罪人，教会用这句教，这句来个教会内底伫安尼会做代。主亲，你可能爱较大声啊，较近诶。你是讲要讲互我听尔？我咧讲，哦，我会食醋呢。无啦，迄就真侪人，真侪已经做唔到人，伊个利用教会，讲啊，教会就是拢是疼心的所在，就是接纳罪人的所在。但是伊是来到这个教会，伊继续去像迄个教师啊，好像大放厥词，伊咧。讲伊啊一片歪理，伊接着讲哦，这教会就是爱有下面那么啦，但是伊佮继续做伊遐个胡说八道，影响着别人，嘛带别人行歪带的路去，这就是家己去把自己交到撒旦的手上。但是教会，真侪教会对着这嘛真头疼，无法度处理，因为伊真够讲话，真够伫遐迄个social即真侪即种人是安尼。其实咱会当去看20节啦，结尾的所在我用我的版本来读啦他们当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你注意啊看不再亵渎若准讲因拄着这个撒旦的管教了后，因会当回头是毋是教会会当接纳因？我相信伫保罗的教示内底嘛是安尼，伫耶稣基督的教示内底嘛是安尼啦咱用约伯记来讲啦约伯伊。受到撒旦的试探，伊用真长的篇幅，伫遐咧讨论，伫遐怀疑，伫遐敲吹上帝到底伫倒位是毋是？咱来看讲，其实伊嘛怀疑，对无？但是伊到落尾安那坚持行一个对的路，伊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来求主的恩典，伊所得到的福气安那，坐较比搁较济我想这是一个原则啦就伊伫即个尾即句遮我感觉拄啊牧师你来讲迄个我感觉重点就是迄个亵渎。因为假使一个人若是动摇国本就国家来讲，动摇国本的时阵，对即个国家完全伊立国的精神也是各方面拢。这个国家会动摇的时阵，当然一定是死罪嘛，对无？这个亵渎的时阵是针对讲对这个真理甲上帝，甲迄个上权的这至高的，像耶稣基督这方面的，所以我若伫这个方面有无共款，搁challenge，搁否定的时阵。根本就是这个信仰，伊就无咧信仰所以根本就是无应该伫迄个团体内底，我感觉这个罪
大罪小罪拢有分别，但是这个亵渎神，伫迄个福音书也有讲着讲，你若圣灵无感动，还是讲你无照圣灵感动的时，你无照伊做，还是有讲着讲亵渎神的时是不可赦免。我介绍有看过这句话。不可亵渎圣灵。哎。对，啊，你若准得罪圣神的时阵吼，迄个罪是不能赦免的。哎，哦，你是袂当赦免。咱个用另外一个例啦，吼，就是讲，你会记得耶稣伫最后晚餐的时阵，伊也讲咱即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爱甲犹太讲安怎？你要做的代志吼，你去做吧。哦，耶稣对伊已经是失去迄个信心啊，因为伊知伊已经叫撒旦去买去啊，所以伊互伊去吼。啊，这嘛提醒咱基督徒啦吼，当咱甲上帝有结连的时阵，咱就有活命啦。当咱离开上帝的时阵，咱就失去迄个永远的活命。啊，你袂当回头去讲啊，上帝你则无怜悯我，啊，则无疼心。哦，我想这个是介清楚的一项原则啦。多谢牧师娘提出这个真好问题，互大家来思考啦吼。啊，佫有无？佫有啥问题无？我咧想讲吼，伊咧讲保罗咧讲，讲把他许米乃该交互撒旦，伊即个意思是毋是要甲伊赶出去即个教会？是，无毋对，无毋对，因为因伫教会内底，就是完全伫讲一寡邪说，毋是讲圣经真理的代志。是要甲伊赶出去啦。对。所以倒转来咱拄则第10条啦吼。征战这个美好的征战，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这个其实吼，唔是用伫迄个壮烈内底咧褒奖一个人啦吼，是咧甲咱提醒讲我们的信仰道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真理的征战。咱随时随地都是爱一个保持一个谨慎。用真理，亲像保罗所讲的，爱做咱的盔甲，爱做咱的武装，去抵抗迄个撒旦的攻击。哦，迄是一个过程，毋是一个盖棺论定的代志。我是感觉着这两个吼，点彩就是讲，已经因为做基督徒所做的一切，拢是因为有圣灵伫咱的心中，叫咱爱啥物爱做，啥物袂使做。啊，这两个检查已经无圣灵已经离他而去。啊，伊检查伊的心中敢若有迄个邪恶的思想，伊是拜撒旦的人，伊毋是拜迄个认同迄个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伊所做的拢是。含撒旦拢咧，所做的拢相共，所以保罗迄阵啊看到伊的行为，检查感觉着讲，已经不属于即个教会吼，即个团体所迄个抬举的迄个圣灵的教会，有圣灵的教会，所以伊感觉着讲，互伊离开是对即个教会较好。是毋是安尼解释？当然啦，因为伊伫教会内底会做无好的影响，而且毋是干那即两个人，佮另外一个3个，因伫教会内底拢自称因是教师哦，吼，因拢自称家己是教师哦，拢咧共教的哦，吼，所以伊基本上就是讲咧带领一寡人离开真理的道路，啊，这对毋是讲干那是教会来讲。甲侪人的性命，我哪会受影响？来，咱来看吼，伫咱今仔日个读的经文，对12节到20节的中间，
咱有看几若摆保罗咧强调伊家己是大罪亏有无？你若照讲，伊若大罪亏，伊袂当得到救恩啊。但是伊对伊本身来见证的是讲，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有缘，互伊赦罪恩典。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伊需要去认家己的罪。所以伊伫遐讲，我是一个大罪亏，佮得到遮尔大的恩典。但是另外迄两个人啊，这个科比奈甲亚历山大，因无安尼，因感觉因讲的拢对，这是较大的问题啦。这是较大的问题。这个科比奈吼，我看迄个提摩太后书吼，伫咧第2章，伊是安怎？伊就是咧伫即个教会咧讲，无就是国外的代志已经过去啦。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吼17第2章吼17节遐，伊讲有没有哈？虚谈17节遐，伊咧讲徐美乃科比奈甲菲利多他们有无？伊咧讲国外代志已经过去啊，伊就是要败坏，伊就是要互讲即个代志，要互即个教会信徒失去迄个信心啦。所以我咧想讲，伊到底是做什么代志？是讲什么代？迄就是讲，来 David， 假教书啦，假教书，对啊，因就是意思就是讲吼，伊伫教会内底咧讲无过我这项代志啦。吼。基本上就是安尼嘛，过我代志无啊啦，迄过去啊，已经无搁再有啊，那安尼来讲的时阵，所以伊就是等于直接否定伊咧信耶稣基督过我的代志嘛。耶稣若无过我，信都无效啊。是啊，这保罗讲真清楚嘛，过来就是讲拄则平平甲咱讲提摩太后书2章17节，我前礼拜有引着这个经文看是安怎保罗讲这人爱出去，伊亲像毒瘤一样。对。你若去肿瘤科医生看到你的毒瘤会安怎？挂都起掉嘛，哪有可能个留的？对。无认罪悔改，就爱挂去，都爱挂掉。亲像迄葡萄树无结果子，搁甲错咧来等话火甲烧。真严。好，若无吼，我来搁甲小可搁甲即个提摩太马其顿甲以弗所，甲迄个整个的地理，也是讲遐背景，小可搁大家分享者啦这是咱前礼拜已经有看到即个地图这黄色的部分黄色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罗马帝国伫耶稣时代的一个领土范围啦领土范围咱知影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阵是伫马其顿咱嘛真清楚，就是讲所谓的迄种外邦福音的呼声是对马其顿来这个马其顿就是现代的希腊希腊当然伫罗马进前有一个希腊的帝国啦咱等下会小可讲着咱讲着迄个初代教会大部分拢是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今麦土耳其，古早叫做亚细亚所以你若看罗底加啦、希拉波利啦、格罗西啦、安提阿啦、伊哥念啦、路斯德啦、大树老底加啦、以弗所，拢伫这个所在拢伫这个所在保罗是伫遮马其顿遮马其顿这个所在好，咱新约咧讲的马其顿，就是罗马帝国一个省份啦但是古早伊是一个
希腊帝国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有生产木材啦，还是贵重金属啦，吼。咱就看伊即个即马即个所在像马其顿遮吼，这就是希腊吼，意大利遮吼。伫主前的7世纪有一个希腊的一个帝国开始吼，伫即个所在了后，才去互罗马帝国去甲攻落来吼，因就开始有本来是一个国家，即马变做一个省份吼，伫迄个主前大概2世纪的时阵，叫罗马帝国来灭啦吼。了后因伫遮开始有起作济。咱前礼拜有讲到，讲伊是一个真重要的交通要道，对欧洲到伫即个亚洲即个通道吼，所以有足济迄个城市伫即个所在来建立。当然因为安尼，所以初代教会才会伫遮足老即个城市开始来建立，因为犹太人足够做生意。去逐所在拢有犹太人咧做生意，因就伫遐开始对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对外邦传福音吼。咱大概知影迄个背景啦吼，就是安尼啦吼。那对即个提摩太的目的，也是讲提摩太前书第1章，咱所看到几个分类啦吼。是讲咱要服侍上帝的即个恩典，也是讲咱的能力的来源。是上帝恩典啦，吼，伊所赏赐的怜悯甲平安啦，吼。过来就是讲，伫要侍奉顶悬，爱下一寡提醒啦，吼，毋通讲异端啦，袂当听这个无路用的话啦，吼，也是讲偏离去讲一寡无影食的话啦，也是讲对，拢照家己的意思去讲道理啦。我讲有足侪即种人，即嘛嘛有。嘛毋通自我掠做讲家己足够的吼，拢用律法啦吼，袂当违背上帝福音的原则。我想伫即个所伫第1章内底，咱会当看到遮的教导甲提醒啦吼。侍奉的即个款式，就是讲爱出自耶稣基督，互加添互咱的，来忠心，爱尽忠。伫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的中间，互咱会加添咱的信心甲疼心，吼。咱得到亲像保罗共款，得到基督的怜悯，吼，互咱的罪会通得到赦免，毋但安尼尔，咱阁要诚做信徒的样本，吼，亲像保罗伊家己讲的，伊是大罪亏，但是叫主来得到赦免怜悯。安尼意思就是讲，倒转来拄则周牧师娘的问题，就是迄两个吼有样无看样啦，伊会继续搁讲一寡偏激的话吼。第4项就是讲，侍奉的目的是要来归荣光互迄个永活的上帝，毋是要归荣光互家己。遮的假教师基本上是拢咧 honor 家己吼，咱讲自我为义啦吼。好，第5项，侍奉的命令迄个使命。服侍的使命就是讲，用真理来征战，迄好的征战，爱有装备咱家己。伊讲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吼，袂当将咱的良心淡掉啦，吼。20节咧讲的，迄就真清楚啊，安尼，吼。好，安尼大概我补充到遮，安尼佫有问题无？那无，咱就迄个会当开始来分享啦吼。查经就来结束安尼。